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咧係4月嘅第3週，我哋咧繼續用活潑的生命去分享靈修同埋小組分享查經。今日嘅經文咧記載喺馬可福音14章32至到42節，主題咧係為承擔十字架使命嘅禱告。請先聽我讀出一段經文。他們來到一個地方，名叫客西馬尼。耶穌對門徒說：你們坐在這裡，等我禱告。於是帶着彼得、雅各、約翰同去，就驚恐起來，極其難過，對他們說：我心裡甚是憂傷，幾乎要死。你們在這裡等候，警醒。就稍往前走，俯伏在地，禱告說：倘若可行，便叫那時候過去。他說：阿爸父啊，在你凡事都能，求你將這杯撤去。然而不要從我的意思，只要從你的意思。耶穌回來，見他們睡着了，就對彼得說：西門，你睡覺嗎？不能警醒片時嗎？總要警醒禱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們心靈固然願意，肉體卻軟弱了。耶穌又去禱告，說的話還是與先前一樣。又來見他們睡着了，因為他們的眼睛甚是困倦，他們也不知道怎樣回答。第三次來，對他們說：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吧，夠了，時候到了。看啊，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裡了。起來，我們走吧。看啊，那賣我的人近了。今個星期呢，我哋係聖週，亦都係基督教最重要嘅一個節日。所以呢，我哋靈修默想嘅經文都離唔開耶穌嘅呢段經歷，呢段受苦嘅經歷。所以我哋會知道耶穌咧係完全嘅神啦，佢亦都係完全嘅人。特別喺呢段經文，你會發現其實耶穌佢知道自己將要面臨嘅苦難係乜嘢嘅境況，所以你會看見佢有人嘅情感喺入面，佢會恐懼啦，會憂傷啦，佢會唔願意去接受呢一個苦杯。但係最後我哋看見，當佢情緒情感上抒發完之後，佢會將佢一個意願佢交翻俾上帝。所以咧，呢段經文我哋經常都會知道客西馬尼園嘅禱告係咪？我哋都好熟悉啦。但係當中我相信大家都會有最到肉嘅嗰句説話，就係冇從我嘅意思，要從上帝嘅意思。呢句説話正正就係反映住基督嗰種降服喺上帝呢個使命，上帝所賜予佢嘅呢個使命嘅上高。所以佢最後將自己嘅身段放低，佢面對住死亡，雖然恐懼，但係佢繼續前進。呢一個就係耶穌基督信心嘅表現，因為佢知道佢為我哋嘅罪而釘身喺十字架上面係值得嘅，係愛世人嘅一個表現。就係因為佢嘅受死，佢願意降服喺上帝面前，去經歷嗰種贖罪嘅祭，先能夠拯救我哋一班罪人嘅罪，都歸到去佢十字架上面。呢一個咧就係耶穌基督嘅救贖。每逢咧默想受苦節嘅時候，總會咧都會聯想起客西馬尼園嘅禱告。因為喺禱告當中，我哋就最能夠體會耶穌基督嗰種將要面臨受苦嘅嗰種心情。我咧總會聯想起呢首詩歌，所以咧都想同大家分享。
夜已靜，夜已靜，夜深在客西馬尼，相同憂患。我主禱告，汗如血地，是這夜，是這夜。是他在客西馬尼基站出賣，我主竟要被賣被囚。父啊，求你把這苦杯拿去，求你叫我不因罪而受死。父啊，求你不依我的意念，惟願你的旨意成就。詩歌咧就聽到呢一度。今日咧，我哋嘅默想以禱告為一個焦點。耶穌基督咧喺客西馬尼嘅禱告，佢一方面將自己嘅情緒透過禱告向好直白嘅話俾上帝知，但係另一方面，佢將上帝嘅意願擺高過自己嘅意願。呢個禱告係好值得我哋學習嘅。彷彿咧，當我哋面對住困難嘅時候，我哋好多時咧都睇得自己嘅情緒好大。但耶穌基督嘅教導我哋，佢透過禱告去表達自己嗰種情緒，但係同時嘅將上帝嘅意願擺翻喺首位，要上帝唔好依自己嘅意願，而按上帝嘅意願去行。其實係一個好嘅提醒，因為基督徒時常都面對住呢種掙扎。我哋喺呢個世界喺俗世當中生活，有時咧面對住好多掙扎，所以耶穌基督透過呢個禱告，去話俾我哋知，我哋面對住呢啲掙扎嘅時候應該點樣做。我哋有禱告嘅方式，去將自己嘅難處表達俾上帝聽嘅時候，重新提醒自己，上帝嘅意願先係我哋基督徒嘅首位。所以你會發現，耶穌基督3次嘅禱告雖然係一樣，但係佢每時每刻嘅以禱告嘅方式去提醒自己，縱然自己唔願意，但係上帝願意嘅話，佢就會做。當耶穌基督每次禱告之後，佢看見門徒瞓緊覺嘅時候，佢提出咧要門徒警醒。係因為呢班門徒佢哋心靈固然願意，但係肉體卻係軟弱。我哋每一個基督徒都係嘅。我哋喺知識上，我哋都知道我哋要按住聖經嘅真理去行，唔好將自己放得好高，而將上帝放返喺我哋生命當中首位，係每一個人都知道嘅事情嚟嘅。但係當我哋去實行嘅時候，卻係好困難。所以耶穌基督提醒我哋要警醒禱告，要警醒。警醒呢個字就係 keep watch，即係要保持監察，保持嗰種精神抖擻嘅去禱告。因為喺面對呢個掙扎嘅時候係好困難嘅，但係我哋面對困難嘅時候，唔係諗方法去積極嘅去面對。當然呢樣係好重要，但係更加積極嘅，應該喺禱告當中，你就會發現原來耶穌基督喺客西馬尼嘅禱告，或者佢禱告嘅教導，係讓我哋知道我哋同上帝嘅溝通唔係淨係得嗰種有求必應嘅方式，唔係得嗰一種我哋有嘢想求想要就向上帝求，唔係呢一種，係藉住禱告將我哋每一個人嘅焦點放返喺上帝嗰度。
就好似佢教我哋祈禱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一樣，將上帝嘅意願放返喺我哋首位。呢個正正就係客西馬尼嗰種禱告，固然困難，但係我哋會互相嘅提醒。今日咧經文嘅金句記載喺38節，總要警醒禱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們心靈固然願意，肉體卻軟弱了。正正就係講緊我哋人嘅狀態，其實永遠都係心靈一定願意，但係肉體卻做唔到。而透過警醒嘅禱告，我哋能將焦點放喺上帝度嘅時候，我哋有住嗰呢個焦點，我哋就能夠避開嗰個迷惑。但係當然啦，我哋一定要保持警醒。如果唔係，人嘅軟弱係好容易就會跌入嗰個迷惑嘅當中。以上帝嘅話語去激勵大家，我哋一齊禱告。親愛父上帝，你藉住耶穌基督喺客西馬尼嘅禱告教導我哋，喺聖週嘅當中，我哋時常嘅，我哋必然嘅，應該要學習警醒嘅禱告。一方面，我哋唔知上帝你幾時會返嚟；第二方面，我哋作耶穌基督嘅見證，散發基督嘅香氣，我哋當中就一定要警醒禱告，因為我哋唔知道上帝你俾幾時，俾乜嘢嘅時刻，我哋要實踐你嘅教導。所以求上帝你俾我哋警醒，留心喺聖靈嘅提醒當中，特別喺聖週，我哋願意嘅將我哋心靈、將我哋嘅情緒、將我哋嘅意願謙卑落嚟，再次嘅透過耶穌基督嘅救贖、十字架嘅受死、埋葬、復活，我哋看見耶穌基督嘅嗰種教導、嗰種嘅謙卑，我哋好想去學習，就求上帝你幫助我哋有咁樣嘅信心。以上嘅禱告交託奉主耶穌基督聖名字祈求，誠心所願。而小組分享嘅題目呢，都會喺課本入面有4條嘅問題，你呢都可以去同小組一齊分享嗰啲嘅問題。願意呢，我哋每個人都透過活潑嘅生命，保持個人讀經嘅習慣，亦都與我哋身邊嘅弟兄姊妹分享。多謝你使用今次嘅片段活潑的生命嘅靈修分享。拜拜。